来看新竹的消息，本土确诊的数字一天拢8-9万的增加。政府拼防疫的同时，有一阵弱势基友煞被闹交去。新竹的社会团体发现讲，就算基友快筛阳性，嘛无所在通隔离，更加无手机也通联络。所以讲，就算确诊，医院的街路伫流浪，变成隐形的传播链。 忍耐一下下哈。基友排队等要体检，自体检都发现是阳性，因原本就无所在住，就算确诊嘛无所在隔离，就惊继续伫街路会变做防疫破空。不过这恐惊是各地拢有的状况。还有一些衣服哈。新竹县有80多位做车在案的基友，平常时拢伫车头活动中心附近人较侪所在。 不过有社会团体所发现，有的基友就算确诊，却无法度遵照规定居家隔离，敢会使登去原本的所在，和大家大做伙。我都不敢出去啊！出去的话就确诊怎么办？在街头的时候，等于说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协助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确诊了后，无人关心基友，敢有民间团体爱心支援，想要伫较快所在搭房厝做隔离的场所，在地居民说真反弹，和社工真无奈。听到所谓我要隔离无家者的时候，其实马上都是引发了像是很多居民一定反弹。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是说，万一我们基友染疫，他没有获得及时的隔离处理，他一样还是回到街头。一起来陪同这位街友呢，进行后续这个门诊确诊的评估。那后续有通报或者是安置，我们都会按照卫生局的指引安排到下乡型的防疫旅馆。 疫情唔但考验医疗量能，嘛显示出社会当中弱势一面。安怎伫防疫当中照顾到每一个人，是真歹闪避的社会考验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